台南市地处嘉南平原中心，良好的天然地理条件孕育出丰富多样的优质农产。有夏日红宝石之称的爱文芒果深受消费者欢迎。2022台南国际芒果节以 Follow Mango 跟随芒果为主题，规划6条轻旅行路线。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在芒果产季到台南走走，品尝好吃的芒果冰。更举办台南芒果王评鉴比赛，帮民众挑选出当季最优质的爱文芒果。不仅鼓励大家支持在地农民，也提高芒果市场竞争力。去年台湾凤梨受到中国禁止进口，因此在农委会及台南市政府与农民以及业者共同努力下，持续推动外销。而头一波外销日本的凤梨就有16.8公吨。那今年的凤梨，根据农委会的统计，比去年生产的量少1%，但是我们外销量要再增加。那因此呢，这个产量减少一点点啊。销量更增加一点点，那这样我们内销的价格自然就会拉得更高。玉毛屋企业采购台南凤梨，透过海外销售据点进行贩售，比起去年同期外销日本增加86%，显见凤梨在日本市场受欢迎程度。台南麻豆为文旦主要产区之一，今年首批2吨外销日本的文旦走高价位，1箱5台斤卖1850元。除了实体通路销售之外，还可台湾下单，日本取货。文旦已经台日中间中断了将近20年，那去年第一次销日本也反应不错，那所以说今年更加码，那感谢农委会，感谢台农发公司能够积极的开拓市场。台湾是世界最大兰花出口产销国，种植兰花已经100年以上的历史，故被称为兰花王国。其中更有1/2的兰花来自台南。睽违2年之后，台湾国际兰展，可以说是大放异彩。那参观的人数破新高，突破20.6万人。然后这个现场的票箱的收入也创新高，突破了1064万。好，然后这个一些周边的商品的这个贩售也超过300万，但最重要的兰花的接单，这次未来估计在3到5年内突破118亿。中国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，台南市配合农委会因应措施，提升石斑鱼的安全与品质，强化内销及加强海外通路销售，力挺台湾优秀的农渔民。所以基本上我们一方面来声援来支援我们的青农，一方面也要呼吁大家不要把石斑鱼污名化。从这里看到有生产履历的石斑，没有用都能够通过药检的石斑，没有用超量的这个药剂的石斑，事实上是适合所有的消费者，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安心使用。台南市政府连续第3年与全联福利中心通路合作，将台南各式虱目鱼商品上架超市通路。除了希望让民众吃到好吃的台南虱目鱼之外，也创造渔民跟消费者双赢局面。我相信透过优质的全联通路，能够做最好的强联手，把最强的台南虱目鱼跟最强的全联通路一起结合起来，让最优质的台湾的消费者能够品尝最好吃的虱目鱼。台南农渔业后端行销通路的顺畅，需仰赖前端农渔产运输的安全。因此，从108年到111年，全市农渔水路更新改善，投入经费计34.52亿元，完成修缮农路约1004公里，水路约134公里及渔路约104公里。我们在这几年来，每年都投入了，以市政府来讲，跟中央政府的配合，大概我们都投入了将近11亿。以111年来讲，是已经11亿又500万；110年来讲，大概10亿。那108年来讲，也有8亿多。因此呢，这几年来，我们积极的加强农村的基础建设，让提供农民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以及产业运输的环境。既由中央与地方合力加码，全力为农民打造更完善、安全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环境。农水路翻新，农民就安心。